当天生啊是保育类动物高面鹰的生态期，所有民众为着要翕高面鹰照顾幼囝的画面，就用手电甲照甲乱。这林业署甲分署青衫就伫咧现场掠个扰乱高面鹰的民众，嘛照违反野保法来上班。 受伊适合一透早用野肉夹物件甲吃，收容的高面鹰活动力阁袂歹。因证人面互城翕的人员用正强的光甲照，林业署烦恼因健康受影响，甲因送去野生动物急站。先前有收获民众的举报，在台南归仁区沙仑农场以及二人溪流域，分别都有民众骚扰草鸮的情形。 那昨天夜间，我们在这一次的联合查缉行动中，查到了6位的行为人。幼鸟啊，红行甲刺过来，树边仔的草看起来有风清过。林业署家己分署含保7大队，清早半暝到台南的沙仑农场查缉，发现城翕的人员用正强的光线来干扰高面鹰生态，照野保法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拘役也是变科6万到30万的罚金。 幼鸟半暝和兄弟姊妹做伙在练大石啦。高面鹰是伫要绝种的猛禽，主要是分布伫台南新化和高雄基山这地区，是台湾唯一一个会伫涂骹做秀的鸟头鸟。全台估计敢若500只尔。烦恼高面鹰防惊扰，保育人士对生态地位一直无愿意讲。但几当前沙仑农场因为科学城的开发案洪灾，竟然变做唔加人数的城翕地点。围在那个地方，青鸟它。 即使捕捉到老鼠，它也不敢下来喂。我们就有耳闻，有几个巢位因为这样子就繁殖失败。长时间这样拍照的话，有可能会产生永久性的伤害，生存甚至是觅食就会受到影响。城翕有可能会危害鸟类的健康，造成生态失败。学会呼吁民众，莫为着要等还是练翕去惊扰鸟仔，留互这伫要无去的物种生存的空间。希望政府加强管制来阻挡城翕的歪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